在里面吗？就在里面，你自己去找吧。啊，快啊！大夫说你的病啊，全是因为担忧而起，那些事你就不要担心了，多休息一下。有什么事就让我来烦好了。无疑呀，你的胎儿这几天可好啊？宝宝在肚子里很乖，没捣蛋。无疑呀。一会儿师姐回来，你跟她商量一下，你们先搬回升平县暂住。师姐说那边的骆大人呢，跟你们很相熟，有他照应啊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乳娘，哎，阿福啊，你们跟巫医一块儿去吧。好。殷伯父，我是师姐的妻子，就是你半个女儿，有些什么问题尽管说出来，或者我们可以想到办法帮你呢。对呀，老爷，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很担心呐。姐，总之就是在劫难逃啊。爹，柳青丝是什么人？这件案子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会查到他的事的？我们觉得这次的这件事情，应该跟您当年的案子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就去了趟衙门，查了相关的案件。爹，您18年前的最后一个案子，就是柳青丝的案子吧？从你当年办完那件案子之后，你就绝迹公堂。这件案子，根据案卷记载，里面的疑点可真是不少。爹，我跟师姐不是想质疑你，只是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。你后来不做壮师了，是不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？还有这次的事件，是不是也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呢？够了，够了！你没有看到你爹不想说吗？你还逼他说？你当这里是什么？是公堂啊？你要审他呀？该来的总会要来的。这件事已经困扰我10多年了，甚至是我人生的一大污点。来看个画吧，看个画啊！哎，这位公子，这画很好的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哎，这位小姐，你看个画吧。哎，娘！哎，思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还好吗？娘子，时候不早了，还是收摊回去吧。再等一会儿吧，现在还有生意呢。你先带思清回家啊。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好，思清啊，跟爹回去啊。好，去吧。哎，公子，你要看画吧？哎，随便看啊，这都是我画的，全都是用最好的颜料画的。对了，我这儿还有更好的画呢。看看吧，您看，这是《月下情挑图》，这个是我用了很久的时间才画出来的。《月下情挑图》呢，取材于一个爱情典故，这个典故啊是这样的。你从我吧！不要！是。
说，这3幅画是什么意思？啊！一个小小女子勾引我们司徒大人，啊！你卑鄙无耻，你简直就是个无耻的人！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是为什么？啊！在堂上，你当着大人啊胡说八道，你是个女子，你知道啊？你要知道，你不是人啊！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啊！你说。本官宣判，司徒北无罪释放。谢大人明断。范夫柳青丝，判你进猪笼。你，我要跟你拼了！我要杀了你！你，私闯公堂，给我打！大人，天啊，大人！别打他！别打他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他！不要！别打了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！我所赚的诉讼费却是极为丰厚，可是我内心一直不安呐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再没踏足过公堂做壮士了。老爷啊，那2幅画不一定跟青丝有关的，可能有人恶作剧呢。我之前就是去了邻村找司徒北。在半个月前，一家人被一场大火全烧死了，一家13口啊！那也不能代表这件事情就跟这个案子有关联呢。我问过他的邻居，当时司徒北就在出事前，跟我的征兆一样。所以我估计那第3幅画就是阎王帖呀。那阮文和柳青丝有没有其他亲人呢？我记得他们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字我已经忘了。当时大约6岁，人长得很漂亮。今日在丛林里，我见到的女子极像柳青丝。假如我猜得不错，她一定是替她父母报仇来了。岳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量找她出来，跟她和解的。师姐呀，所以我一直要求不要做昧良心的事情，就是不想你遭报应啊！想不到报应来得这么快，我死不足惜，只可惜连累了全家呀！老爷，阿福，你现在立刻去打探柳青丝女儿的下落。乳娘，你帮我看着我岳父和岳母大人，别再让他们2个胡思乱想。那我们还搬不搬家呀？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从来都不是我们侠义辈的精神。话虽如此，出手狠辣，一出手就要13条人命。我想不能让我们府上的人去冒险呐。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马上把这件事情公布府中，愿意跟我们一起抵抗的就留下，
不愿意的就遣返家中吧。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。我们在明，对方在暗，我们不知道他会使出什么样的杀人伎俩。这是肯定的，杀人就杀人，还要预先张扬，他分明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的武艺有多高。世杰，无意姐姐怀有身孕，你好好照顾她吧。爹的事情我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。无疑我会照顾，但岳父大人的事情我也不能不管。但没错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必分你我？自从与你共侍一夫之后，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，早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想不出如果没了你，我的生活会有多不习惯。谢谢姐姐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共抗外敌。别看我身怀6甲，我就算坐着不动，我的飞刀也可以抵抗敌人。我以后都不会再任性了。其实我真的很幸福，有一个好夫君，还有一个好姐姐，真的是夫复何求啊！没错，只要一家人齐心的话，没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你们听好了，大家看紧一点，不要让生人进来。如果进来，不要力敌，接着大声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去吧。娘，大夫说了，爹喝了这副药就会昏睡的。你也累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爹由我来看护就行了。你爹呀，刚才又不肯吃药，又说什么自己罪孽深重，要一死以解思亲的恨。要是他活不成的话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娘，爹只是一时胡思乱想，你放心，等他清醒一点，我会劝他的。其实你爹啊，他是个好人呢。这个案子就不说了，从我嫁给他到他金盆洗手到现在，我眼看着他一直积德行善，没做过半点坏事。可能他以前真的有做错事，但是人谁能无过呢？偶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也看到过他独坐苦思，原来一直就是这件事在折磨他。这么多年来受了这么多苦，可不可以宽恕他呢？看来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放在他心里，折磨着他。但是思清一家也的确受了很大的冤情。那他应该去找那个司徒北呀，司徒北全家都被他杀光了，他还要杀多少人才罢休呢？娘，其实师姐已经想到办法了，你放心吧啊。你跟世杰要好好伺候你爹。娘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不会像蒋学儒一样丧尽天良的，我只要他一个人死，不想多伤人命。那你之前火烧司徒全家，杀害他们一家13口，这又怎么说呢？我本不想杀害他们全家的，是他不知悔改，还设陷阱想害我。杀吧，杀吧！娘，无义，救老爷！老爷，爹，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怎么样？爹，老爷！万州无义，你身怀有孕，我不想伤到你，你
行个方便，让我了结这个心愿。对不起，我是世杰的妻子，就是蒋家人，你的要求我做不到。叫他活捉。是。走。无一，小心啊！无一，无一，抓他！是。无一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你们蒋家做错事就可以荣华富贵，这是什么天理呀？带走！姑娘，我代表我岳父大人来向你请罪。滚！我不想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岳父大人犯下了这个大错，但是这么多年，他已经饱受了愧疚的煎熬。就算你要他以命相抵，你的爹娘也不能还阳。能不能有什么其他方法饶过他呢？你无需谋苦耗子。我今天失手被擒，无话可说。你聪明了，就叫本官把我斩了，否则我一息尚存，就不会放过他。你一生大好年华，又有好武功，何苦要如此固执？打从我6岁开始，我的生存就只是为了让司徒北及蒋学儒死。我每天练功10个时辰，我的手伤过无数次。别人念书，我练功；别人玩乐，我练功。我受了多少苦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拜你的好岳父蒋学儒所赐。他一张嘴就可以要人生死，比千军万马更加伤人命。除了死，就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法了吗？宋世杰，将心比心，你可以放着你父母的仇不报吗？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吗？我就算失手被擒，也要揭露蒋学儒的阴私，让他身败名裂，看他如何在世人面前还打着正义的旗号。千万不要这么做，我岳父大人是读书人，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比杀死他更残忍，而且他的家人一辈子都会被人鄙视。我可以承受，但只怕他的妻子女儿就未必能接受得了。是这样吗？好啊，那我更加要这么做。最好这事儿传遍天下，传到京城。我要看看蒋学儒还有何颜面。汝娘，你也太鲁莽了，你不应该先去通知官府，应该等我来处理的吗？我当时只顾着担心无一，无一现在有身孕，那个叫什么思清的武艺高超，杀了13条人命呢。
万一无意出事怎么办呢？你这次可真的坏事了，现在把他拉到官衙，事情就变得复杂了。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，我现在只是不让无一受到伤害。下次再有这回事儿，我还这么做。这是妇人之见。假若不惊动官府，你会如何解决呢？现在人家来寻仇了，不是散尽家财就可以解决的。唯一办法就是远走他乡，永远避开他，要不就杀了他。当然不能杀他了。我当然知道。那难道你避他一辈子？你是一个壮士，难道就为了你岳父甘心隐姓埋名，避他一辈子，终此一生吗？是啊，我愿意啊。这件事连殷伯父都觉得自己有错，既然有错，为什么不能在公堂上解决呢？我想到时候让他坐牢或者是斩首，他都是心甘情愿的。你当然说的轻松了，他又不是你父亲。从我当尚书师妹妹之后，我对他的父母何尝不像自己的父母那么尊敬？那他现在真的做错了，我爹他不也在坐牢吗？我爹坐牢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大呼小叫啊？尚书、殷伯母都是读书人，他们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，只是肯不肯接受而已。上次我见到你跟尚书可以和解，我还以为你跟我们是同一阵线的。原来是我想的太美了。我从来都没变过。如果殷伯父或者他家人受到伤害的话，我连生命都不要，都可以去保护他们。但现在说到公义的问题，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无疑呀，你是不是怕宋壮师又会干坏事，祸及平安啊？我除了担心平安之外，我还要担心我的夫君是个怎样的人。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了，如果他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这个夫君我还值不值得要？师姐呀，老爷吃完那个药还没有醒过来，这个思清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呀？啊，你知道老爷一生最重名声，要是名声给玷污了，肯定活不了了。师姐，有没有办法呀？娘，别打扰师姐了。尚珠，娘，不要打扰师姐了。我不是打扰他，我是担心你爹的事，想跟他说一下嘛。师姐会尽力的。好了，娘，你回去休息吧啊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3个人在这里喝酒，真是不亦乐乎啊！来来来，阿福哥，
你跟你们的宋壮师，与我们的何大人那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对吗？对啊，其实我们两家人都是一样的。那宋壮师跟你们大人都是为百姓谋福利的嘛，啊，是不是？有件事啊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女的想替她的父母翻案。那这么多年，怎么能翻案呢？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叫阮思清的那个？是。其实啊，我们何大人已经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，他是知道内情的。哟，这么厉害！想知道是谁吗？想。No， 我说的吧，这次请咱们喝酒，肯定是另有所图。原来啊，你是想打探消息的。你这一壶5家啤就想收买我们？那也太看清我们了吧！走，我们自己有钱，不用你请。不，有钱。兄弟，那就见外了。哎呀，不过再叫到够嘛。小二，来了，再来2壶白干，再5箱牛肉，好吧？5箱牛肉2斤。好嘞。这酒可以喝，但我们识君之路，出卖何大人的事儿，咱可不能干。说得对呀。等于你们叫我出卖这个宋壮师一样的哈。你们给我再多的钱，就算雷劈蛇咬，我都不干的。阿福哥，你呀，知道就好。对啊，但是呢，你们何大人做官的有俸禄啊，打官司赢和输都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有这个。但是我们宋壮师壮神不能输的，一输的话，万人唾骂，永世不得翻身，谁找他打官司啊？他自己都养不活自己了，怎么会有钱来给我们大吃大喝呢？一会儿呢，我跟你们去那个他说的也对啊。阿福哥，他们心烦是他们的事儿，咱们有酒喝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来，来。其实啊，这一次何大人不知道哪儿来的神通广大，找到一个司徒北的旧丫鬟桑菊。你知道司徒北是谁吗？知道。阿福哥，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桑菊在柳青寺出事后啊，他就失踪了。不过当日的柴大人办案草率，没有跟进。现在我们何大人翻查此案，知道他就是整件案的目击证人，就逼他一定要出来替思清作证。你肯定那个桑菊就住在这儿？她嫁了个秀才之后呢，就搬出春天县了，是2年前才搬回来的。桑菊啊，桑菊，你就听爹一次话吧，孩子。那个阮思清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什么案子好翻的？但是这件事情我一直感到很不安呢，毕竟我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死者已矣，更何况那个罪魁祸首司徒北都死了，还有那个什么青丝，又跟我们非亲非故。一会儿你到公堂，他们问你跟司徒北的关系，到那时候会越锤越多的呀。当时我是有错，但那时我只是一时年少无知。作为我的丈夫，他应该原谅我的。司徒北虽然已经死了，但过去你跟他的事情始终是不光彩的呀。爹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让我再想想吧。看，像是真的。不这样，好，
是桑菊的老爹啊。你是谁呀？公差，我谁？我跟你说啊，10多年前有一宗强奸案，他就是证人。明天呢，到时候他要去公堂去报道。哼，看你说的，都10多年了，这么远久的事情，我女儿怎么会记得？哎，那没问题，我跟他说一遍，到工厂那照念一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哼，既然你们都定案了，何须再找我女儿？哎，那就是何大人证明自己光明正大。哎，你问这干嘛？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哼，我女儿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，何须你唠唠叨叨的？混账！哼，你这个老头这么犟啊，还敢顶撞我？我拉你去公堂啊！呸！怕你不成？怕你是无根王八蛋！哎，住手，住手！哎，这位大叔什么事啊？柴大哥他不能得罪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人不识好歹，我去找人，马上抓你去坐牢。哎，大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这事与你无关，你快走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完了，看刚才那个官差大呼小叫的，我想可能连我也惹上麻烦了。那你跟我说一说，让我死也死个明白。我的女儿10多年前在一富户家当丫鬟，当时她的娘病重了，我女儿救母心切，竟偷了东家的东西，不料此事却被东家发现了。哎，他们要把我女儿卖到妓院去。可是由于他刚巧看到了那东家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那东家投鼠忌器，只好把我女儿放回家中。但他勒令我女儿不得将此事声张，否则会对他不利。那你刚才也说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那是因为现在有苦主要替他父母翻案，翻的案就是这件丧尽天良的案件。可是那东家已经死了，还翻什么案呢？我女儿偷盗一事并不光彩，如果被查出来，全家都不好受。我女儿的夫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的女婿是秀才，他们一家是很注重名声的，所以我才不愿意让女儿上堂作证。那你的顾虑也很合理啊。其实，我也很同情那苦主，他们现在要告的并不是杀害他母亲的凶手，而是为了东主辩案的一个壮士。那个壮士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他也不是罪大恶极呀。我是为女儿着想，难道我还错了吗？哎，当然明白了，天下父母有哪个不为自己的子女着想啊？不过，既然你的女儿选择不公开，我想大叔你就当不知道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那个官差对我凶巴巴的。哎呀，那些大官啊，专门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，你得罪了他，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官衙。他们那些人就等于是阎罗王，怎么那么容易放过你呢？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啊。那既然你选择不作证，那你就尽快的离开春田县啊！大叔，我这儿还有些银两，你拿着有多远就走多远，就不怕会抓到你了。来，这位兄弟啊，我们萍水相逢，你为何要帮我呢？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有个很凄凉的故事，我也曾经被那些官府追逼过，哎，所以你的处境，我感同身受啊。哎，大叔，不要再想了，你赶紧拿着这些钱，带着你的女儿有多远就走多远，要不然他会找同党来抓你的。快点，走吧。啊，这兄弟，谢谢，谢谢。走啊。无一，无一，无一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食言？为什么你总做让我伤心的事？我也挣扎了很久，
但我不想置我岳父、恩师、恩人的生死于不顾啊！蒋学儒的命是命，阮思清一家3口就是被蒋学儒给毁了。他父母的命不是命吗？就算被判罪也是理所当然。他当年已经做错了，为什么你还要重蹈覆辙？是，我知道是我错，你就让我错一次，就算错，你也让我错下去，好不好？姐姐不要走，这个时候是世界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家最需要你的时候。无疑姐姐，千万别走啊！我不是意气用事，也不是一时冲动。回来的时候我想了很久，到底是我太坚持，还是我不识大体？我知道这次的事与你无关，我不是气你，也不是气你爹，我只恨世杰，为什么明知道不对的事他还要去做？我也很同情你的处境，虽然我可以说的好像自己很无私，但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。可既然我不赞同世杰的做法，我只好离开。我知道，我是最没有资格去劝你的那个人，但是你跟世杰情缘深厚，他是从心底里深爱着你的。为了我爹这件事情就这么离开，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？啊！情与理，本来我也应该选择情，但就是因为我太姑息，世杰已经害得我上一个孩子没办法出世。我不想平安再有事，要是爱得这么辛苦，我宁愿不爱。姐姐，无意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走了之后，再没有人约束你，你再无牵挂，我也不用操心，这对大家都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已经很累了，我已经厌烦了做规劝你的角色。你饱读诗书，我也只是山贼而已。我们能够走在一起，有段开心的日子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们还可以有很多个以后，我和你，还有平安，还有上珠。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开心的日子的。人与人之间最难改变的就是性格。我不想你特地改变来迁就我，那样你会很辛苦。不要！但要我强迫自己去接受你，我又做不到。既然是这样，我离开是最好的。我不想以后我恨你，你恨我，这样太可怕了。不要，无一，不要走！无一，不要走！不要走！不要走！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的话，就写一封休书给我，以后就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我不要，我不会写，我不会写，我不写。田壮士，你要是对无一还有点感情的话，我不写，你就放了他吧。无一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呀，比长江的水还多呢。你就放了他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无关系。我们3击掌。飞舞梦蝶自在忽悠，风落之笔尖
惊喜不求，烛影般的墨笔如